都的丹巴县家具镇卡恰村门，就我的都的卡恰二队伍上，他的河村为了卡恰一个村，卡恰村的上去，这个有这个的，还跟我这批的路门更巧一个安住大门，路门更巧安住给了，路门更巧嘛就那个这批了，几汉子。就苗绝龙上，给了马你别马嘎面上，就一二别把丢上上，就看出来，我们更巧，没几面推给了，看出来有这个二早给了，他了，这个了旅游局丹巴县旅游局的管个上，丹巴县旅游局的管个给了了，张明杜尼斯4.9周日上，这个了我跟我了。马军编组大门，4.9周日给了他了，旅游开发个给了，他了旅游大草，张明杜尼是4.这个大草沟上，就他的家具长在旅游开发沟上就奥尼卡查草的张明杜尼是就这路的门就这个了旅游局的大草原了，还有了游客把地上面让一门，这个张明杜尼是的让狗子的路面这啥一门。这个时间有这个时间个200年日哪儿就够在地上了。这个了有这个的，卡恰村我们讲的有这个日查卡子门。这个了有这个土查的德小都上门。这个了那也这批有这个的日查人在苗具卡子上了。